再来看，因为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拢大落，今仔台股一开盘嘛大落哦，盘中上侪是落超过690点，是史上落第8个。台股今仔日是收伫22071点哦，是落388点。台积电今仔上价哦，落到963块。另外，最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，台湾有资源的限制，所以台积电才会选择去日本佮德国投资哦。咱的经济部是强调讲，水电佮有土地，政府是拢有提前布局。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承认讲，无排除美国经济今年的缩缓，而且陷入衰退，是引起市场的惊吓。这十美国四大指数是大落，11台股大盘随开价走价，规模22126点，是落超过333点。10分钟内来到早盘的价点21769点，大落超过690点，创史上第8大的落点。因为美国股市的崩跌呢，那所以造成今天亚洲股市呢，今天几乎是全面的重挫。像韩国跟日本股市呢，其实他们的跌幅跟台湾都差不多，都是跌破了2%。各类股会使讲是青顺顺，宽达股台积电开盘969块，上价一路是抬到963块，落35块，持达7收25条。另外附近的亚股日经指数同时大落超过1000点，落破36000点的大关。韩国股市同款嘛出现大幅度的大落，外界对市场的烦恼是真重。另外最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伫受访的时阵讲到，台湾面对包括土地、水和能源有可能欠的状况，有资源的限制，嘛是台积电选去海外投资的原因，这引起各界的议论。我们的这个水电一定是够的哈。那我们到这个海外去投资，主要的目的还是看上当地国的这个市场，水电、土地可能大家稍微紧张一点，但是呢，事实上我们都有来提前的这个布局。经济部强调讲，水电土地拢有提前布局。另外，经济部水利署嘛强调讲，和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开会，参加产业的人员包括台积电、美光、联电、力积电和食品等科技公司的代表，说明现况水情和重大水资源建设的进展，希望讲外界会当放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